来。这醉一台真不愧是苏州府第一酒楼，鱼肉入口即化。就算前2天吃过，还是觉得真好吃。有品味，这道鱼真的烧得不错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道蜜汁糯米藕，香甜清脆，桂花香气浓郁，在北方可没有这么精致的菜式。看来东方公子也是好吃之人呐。哎，不过公子是北方人，怎么会想到要来苏州府行医呢？没办法，奉我家老头子之命游历四方，在苏州的时候一时寄养没忍住，就被你身后这位武功高强的小虾姑娘给绑了过去。我再替他们向公子赔罪。再让朱姑娘道歉，那就显得我小气了。是我一时嘴快，以后此事谁也不提。好。朱姑娘，再尝尝这道口水鸡，虽然没有我做的叫花鸡好，但也算入味。你也会做叫花鸡呀？当然，有时候烦我家老头子，我就自己一个人到山上打野味，自己烧着吃。有机会做给朱姑娘吃。好。如果你做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。朱姑娘也会做野味？别的菜我不敢说，这道菜啊，我从小做到大，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。传闻中，朱家就只有朱姑娘一个孙小姐，朱老爷子肯让你吃苦学做菜，他可真有意思。哪里，是我自己调皮。有时候我给老太太生气啊，她就会把我关在房里，不给我饭吃。这个时候我就偷溜出去，自己做点野味。那这么说起来，我们算是同道中人，应该找一个时间比一比，看谁做的叫花鸡更好吃一些。绝对奉陪。爽快，干一杯！来，你试试这个。少爷，朱姑娘，适配一下。啊。少爷，我已将朱府孙小姐现在在醉衣台的事情传出去了，几家朱府姑奶奶都已行动，很快就会到醉衣台。拦住他们！今天谁也不许打扰我跟朱姑娘的雅兴。少爷，不是您吩咐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了，这个丫头很合我的口味。听着，要是有人敢闯入醉衣台找朱姑娘的麻烦，我唯你是问。你说这东方公子执意找我吃饭，为的是什么啊？净聊些闲事，也不像是探听我底细的样子。小姐，他以前说过喜欢你的长相，应该是喜欢小姐吧？那你说他是喜欢我的长相，还是喜欢我朱家孙小姐这个身份呢？小姐，你可以问问他。如果陈玉能说喜欢我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父王，父王，这是我在荆州找的医神医，他医术高明，可起死回生，父王不会有事的。玉儿辛苦了，殿下，请让老夫为王爷诊脉吧。请王爷抬起手臂。王爷的脉象很奇怪呀，像是体内有一股力量，强行提升了王爷的行动能力，却也极大地耗损了王爷的血脉。这很像是古籍中老夫看到过的金针续命法，请王爷抬手。金针续命法，难道是流月？
陈毅，可还有办法补救？这金针续命法已经耗损了王爷的血脉，如果想要补救，需要切开王爷的皮肉，从体内取出金针，再缝上，再以千年参血莲续命。然而此法极为痛苦凶险，说不定在治疗过程当中，王爷就因为无法承受痛苦而有性命之危啊！况且就算成功，老夫也只能吊住王爷的性命。想要王爷像正常人一样坐卧行走，老夫暂时没想到办法。金针取出之后，我父王只能躺在床上。对，王爷的心脉已经极弱，好的话或许能够自己进食，如果运气不好，王爷极可能瘫痪在床。金针取出之后，我父王能活多久？可保2年性命。好，将我父王的金针取出来。玉儿，父王，我在这。父王，其他人都退下。父王，我在这。玉儿，金针不用取出来。取针太痛苦了。2，我觉得我也不想这么没有尊严的活下去。记住，这件事一定要遵循我的嘱咐，明白吗？玉儿，阿福还没有回来，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见到他，所以有些话我要告诉你。我一直没有跟你娶亲，我就怕这亲事会把你拴在这京城。父王，儿臣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是不弃，对吧？她不是父王的女儿，她是4月生的。父王，有件事情，儿臣的确一直在瞒着你。其实不弃没有死。什么？儿臣曾经开过他的坟墓，发现里面并没有尸体。儿臣猜想，他已经知道自己不是父王的女儿，怕父王恼羞成怒，所以才假死逃走。真的？父王，父王，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？儿臣也一直在找他，但一直没找到。太好了，没死！太好了！父王，儿臣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先别说话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去问一下医生，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？玉儿，玉儿，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你只知道我在找碧螺天，但是你不知道我已经得到了碧螺天的圣物，还有我早知道花不弃不是我的女儿，可我为什么要把她留在府中？因为她是碧螺天圣女。什么碧螺天圣女？父王，你在说什么？玉儿，这坊间流传的碧螺天预言，你可曾知道？我朝无事而亡，得碧螺天者得天下。这只是这预言的一部分，全部应该是当朝无事而亡，得碧螺天宝藏者得天下，后起圣物，即圣女归天，宝藏将永绝于世间。至此，
了太平。这些跟花不弃有什么关系？当初碧螺天圣女得知这个预言以后，十分的害怕，就逃离了碧螺天。但是碧螺天的入口有阵法保护，无人能破解。即使是碧螺天的人，也要依靠地图才能找到入口，破解阵法，进入碧螺天。所以碧螺天的人带着地图寻找圣女，可是突然有一个神秘的人杀死了他，夺走了地图，闯入碧螺天。他想杀掉碧螺天所有的族人，可是师父竟是碧螺天的人，这些都是师父告诉父王的。阿福从小就生活在碧螺天，凭着对碧螺天地形的熟悉，他就带着他的妹妹逃出了碧螺天，甩掉了那个神秘人的追杀。那后来师父是怎么遇上父王的？我怎么从来没听师父说起过他还有个妹妹？阿福和他妹妹从未入世，没过多久，他妹妹就暴露了她是碧螺天的身份。当时大家已经知道得碧螺天宝藏者得天下，于是他们就一直被人追杀。不久，他妹妹就被皇上抓住，而阿福也因为重伤被我所救。所以说，皇上才会一直忌惮父王，将父王困在京城。皇上不知道阿福的身份，他之所以忌惮我，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我有夺取他王位的心思。原来皇上早就知道父王有谋反之心，只要他封你为王，你就一定会起兵造反。皇位能者居之，你看看现在这天下，在他的治理下，哪还有我父王在世时的太平盛世啊？我为什么不能取而代之？阿福有了那半张碧螺天地图，但是必须要有另外半张才能够进入碧螺天。但是要得到碧螺天宝藏，必须要圣女手持圣物，碧螺天宝藏才能打开。所以剩下的事情，我和阿福就一直在寻找圣女和剩下的半张地图。父王，你刚才说花不弃是圣女，难道雪妃也是吗？圣女是一脉相承的，雪妃是圣女，那花不弃就一定是圣女。所以说，父王和雪妃根本就不是情投意合，你就是想利用她。
我的母妃却因此生恨而郁而终。我跟薛妃确实情投意合，但是这儿女情长，哪抵得过王图霸业？是薛妃的宿命，注定了使我夺取天下的一枚棋子。在我知道薛妃身怀有孕的时候，我就想把她娶进府中。怎奈她偷听到了我和阿福的谈话，逃了出去。等我和阿福找到她时，她已经生下了花不弃，但是气血已尽，不久就死了。你害死了花不弃的母亲。我跟你说了，那是她的归宿。她即使当时不死，为了夺得天下，我也会拿她来祭天的。父王，皇位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玉儿，享受所有人的朝拜，能够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再也不怕皇上将我置于死地，这难道不重要吗？玉儿，我知道你喜欢花不弃，就像我当年喜欢薛妃一样。但是你好好想想，你想像你父王那样碌碌无为的了此一生吗？你想这样吗？太好了，花不弃没有死，太好了，我已经拥有了圣物，还有半张地图。玉儿，我就把它藏在书房的暗室之中，暗室的开关就在桌子上，你就把它拿来。阿福已经查到了，剩下半张地图的下落。等他找着地图回来，你们就一起去找花不弃。有了圣女、圣物，还有整张地图，碧螺天宝藏就是我们的了。这天下就是你的了，玉儿，明白吗？不，我不会将不弃当做夺天下的工具。他的前半生已经被父王害得沦为乞丐，我不会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玉儿，要得到天下，必须要有所舍弃。那是父王的心思。孩儿只想平静的过一生。玉儿，父王，你好好歇息吧。孩儿自有想法。来人，照看好父王。玉儿。把所有正在调查花不弃的人全部喊回来，只留下韩烨调查。少爷怎么了？告诉韩烨，就算是父王问起此事，也一律不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当朝无事而亡，得碧螺天宝藏者得天下。后其圣物即圣女归天，宝藏将永绝于世间。至此，天下太平。圣女乃一脉相承，只要是碧螺天圣女所生下的女儿，便是圣女。薛妃是，花不弃也一定是。不弃。我
我绝不会让你成为世人的空缺，我一定要保护你。既然我毁不掉你，那我就让你沉于大海，让世人都找不到上我。咦，刘庄主带错路了吧？怎么会？我骗谁也不会骗王爷的人。我的命还在王爷的一念之间呢。但是，据我们搜集的消息来看，应该是从这边。世间所传碧螺天消息真真假假，你们可不能被这些消息影响了。我走的路才是真的。柳庄主，王爷吩咐，如果柳庄主怀有二心，可以就地正法。那我索性明说了吧，我要去灵丘谈一桩生意，你们给我3天时间，谈完我就带大家去碧螺天。不行，王爷吩咐，此事必须尽快办理。我们每天都要传消息给王爷，3天，耽搁不起。一天便可。半天都不行。柳庄主，天色不早了，我们抓紧上路吧。有钱赚还得有命花，那我就带你们去碧螺天吧。那边，走。主上，柳庄主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按照计划，应该早就到这里了。你们2个跟我去小楼看一看，其他人原地等待。如果柳明月过来的话，按照计划进行。No。跟上。No。柳明月见过我不能让他发现我跟着那个人。我现在去树林里躲一下，如果他发现什么蹊跷，随机应变。No。今天真是稀奇，这条路非官道，从前很少有人经过，今天怎么遇到2拨人？不知道兄台何许人也，做什么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官府的吗？柳庄主，赶路要紧，何必跟闲杂人等啰嗦呢？还是他们是你们的人？你们真是，怎么总是怀疑我？我只是一个商人，也经常在这个地段走动。
习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所以就多问了几句。我们兄弟3个不过是去灵丘贩卖茶叶，不敢高攀。灵丘茶叶都是由李老掌管，我也是很久没和他见面了，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他当家。你恐怕记错了吧？灵丘，我可没听说过有什么李老。哦，是吗？刘庄主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算了，我们还要赶路。兄台告辞。告辞。驾。上马，走，撤，撤，赶紧回房，别出来。各位军爷需要点啥？不需要。小二，来点好酒好菜。好嘞。统领，路上那几拨人查清楚了，其中一波有副总管的人。副总管叮嘱我们，一定要小心一些，此路肯定有诈。主上，今日为何改变计划？不知为何，七王爷的人十分肯定我带错了方向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能临时改变行程。而且他们十分谨慎，每日只吃自备的干粮，随机在落脚点打水。我暂时还找不到下毒的机会。明月今日还发现一事，主上与我在小道上碰面不久，后面就出现了一个自称去灵丘贩卖茶叶的商人。他们有何问题？我试探了一番，故意将灵丘秋老的名字说错。他们的回复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可疑。那条小道平常很少有人经过，难道是七王爷查到了主上，所以派人跟着？车上什么人？我知道了，先对付眼前这些人再说吧。去！这都跟了这么久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？急什么？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们现在冲进去只是送死。而且我也给你们足够的钱了，就算要你们再跟1个月，你们也得等。行，你出的钱听你的，大不了我们杀人灭氏。一群莽夫，要不是我的身份不能暴露，用不了自己的人，谁会找你们？要不然直接把他们都杀了。我已经在他们当中物色了2个人，可以留下活口，下毒控制。不行，他们几个人当中有几个是高手，我们没有把握把他们全部拿下。万一跑了一个到七王爷那里汇报，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全部被毁。为了确保安全，必须把他们全部毒透。可是他们太谨慎了，我根本找不到下毒的机会。此行的路上有一条小路，可以让他们3天之内无法取水。我在路旁设一个小店，你引诱他们到那里喝水。如果你见到的那几个商人真的是七王爷的人，那几个侍卫被毒倒后，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明月明白了。
玉。副官，里边请。老板，上好酒好菜。好嘞。客官，菜可以上，价格咱们得说好了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小店独此一家。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可都是我从镇上辛辛苦苦运过来的，一瓶酒就得10两银子呢。菜马上就给你们上，稍等啊。他们就不用上了，他们有自备的干粮。好嘞。各位，我们就先吃了，你们就吃一点自备的干粮，我们还有1天1夜的路要赶。要不我们也过去吃点吧？这饭可以不吃，但这水不能不喝呀，不然咱们还没到地方呢，就已经渴死了。况且他们都吃了那么久，有毒的话早就发作了。几位怎么了？你们去那桌重新点，这桌的酒菜茶水留给我们。几位不是一向都吃自备的干粮吗？今天怎么对我这残羹冷炙感兴趣了？少废话，快点！各位既然开口了，我哪有不从之理？老板，再上一桌酒菜。好嘞。来，兄弟们，吃啊！来，吃，这样。怎么下的毒？我每喝一口酒，就会吃一口菜，这两者之间都有一种剧毒，要同时一起吃，才能以毒攻毒。每隔3日需要服用1次解药，这种毒可绝对比刚才那种毒痛苦100倍，可以让你们痛不欲生。我们不会背叛王爷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3日之内，如果王爷收不到我们的消息，他就会带人剿灭明月山庄。七王爷训练的暗卫也不怎么样嘛，要是让我训练，我必然会让他们断绝7情6欲。免得有后顾之忧，不像你们，竟然有了妻儿。如今他们正在我府上做客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见一见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伤害他们！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不需要你们做什么，只需要你们配合我，在七王爷面前圆一个谎。事成之后，我自然会放了你们的家人。主上，那几个商人并没有出现，可能是明月想多了。你马上进京城禀报七王爷，速速了结此事。记住，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。诺。
你快回去禀报王爷，我们继续在这盯着。去。就是这里，这就是碧螺殿的入口。当年我就是从那儿逃出去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副总管，怎么办？要不要跟过去？原本帝都和圣武近在咫尺，如今却杳无音讯。唉，难道我真的与宝藏无缘吗？终于等到机会了，王府的侍卫都被柳明月给杀死了，他的门口现在只有黑燕守着，今晚就动手吧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办事，你放心。庄主，你怎么了？四处看看。
木头，木头！夫子，别走，我拦住他。用我的剑，快走，我拦住他。